TCR、WPD、XLS 和 HTML 文件中的文本，可自定义字体和背景颜色，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。Available 使用微软的语音 API SAPI 的各种版本，它可以改变语音的参数，包括语度和语调。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，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。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，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。纠正发音规则使用 Regex 的语法。2003-1209 教育研讨会全国高中职教育发展研讨会教育部长致辞，提到多元入学方案9年一贯921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及校长报告。南投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为含不易读取的录制底线2024底线12底线29。台湾邮便开国增加少人录用，相话台湾邮便已经创业，少人录用不乱创业。最得是。互相传话，是节呀，是苦呀，他更强呀。原是原应将无少以公中呀，这连风来上下用呀，互相记得强呀，相话。相一致是先王一个万国先组合，考了。中呀，这连风来上下用呀，互相记得强呀，相话。相一致是先王一个万国先组合，考了优户是支部叫优户用好，将来有他节相话。考了有他节呀，若是是做了先节，相话是做了做实呀，若干是非人，相话是非人都要相好，若是为是先节，相话。为之有闲之将相呀，热闹天地同用三区，七千群一人不改也。相话天地之界为正相呀，夏日出生七千群呀，一人不改相思相呀。响亮是支部秀香，香话是支部秀如花江呀。字幕很
线2024年501已知有5座公庙井号天上圣母劝世人赶快井号求天道，北港朝天宫1983，大甲镇澜宫1987，竹山莲心宫1979，大村慈圣宫1986，白沙屯拱天宫2024圣序。Valuable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。Valuable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。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一个为 MP3、ART 或者 WMA 文件。该软件可以读取剪贴版的内容，可以查看 ACWP、FB2、FB1、FB3、ACWP、PDF、PDP、PDF、PDP、PRC、RTF、CC、JPG、HTML 文件中的文本，可自定义字体和背景颜色，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。Valuable 使用微软的语音 API、SAPI 的各种版本，它可以改变语音的参数，包括语度和语调。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，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。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，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。纠正发音规则使用 Regex 的语法。2003-2009比井号教育研讨会，井号全国高中职教育发展研讨会，井号教育部长致辞，提到井号多元入学方案，井号9年一贯，井号921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及校长报告，南投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为含不易读取的录制底线2024底线12底线29。上话招呼原如不得好呀，上就事务基础，上接在附近的日希望。2024-0501已知有5座公庙井号天上圣母劝世人赶快井号求天道，北港朝天宫1983，大甲镇澜宫1987，竹山莲心宫1979，大村慈圣宫1986，白沙屯拱天宫2024圣序。Valuable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。Valuable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。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一个为 MP3、ART 或者 WMA 文件。该软件可以读取剪贴版的内容，可以查看 ACWP、FB2、FB3、Lit、MD、ODP、ODC、ODT、PDB、PDF、PPT、PRC、RTF、TCR、WPD、XLS 和 HTML 文件中的文本，可自定义字体和背景颜色，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。Valuable 使用微软的语音 API、SAPI 的各种版本，它可以改变语音的参数，包括语度和语调。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，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。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，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。纠正发音规则使用 Regex 的语法。2003-2009比井号教育研讨会，井号全国高中职教育发展研讨会，井号教育部长致辞，提到井号多元入学方案，井号9年一贯，井号921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及校长报告，南投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为含不易读取的录制底线2024底线12底线29。